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珠瑩地產，我係 Stella。今日嚟到又一村內街，介紹呢間望運動場嘅筍盤，我哋一齊望下。呢度係又一村內街景山閣低層 A 室，實用1062尺。咁一入嚟呢，左邊係廚房，我哋望咗先，都好市正，同埋個工人房好大嘅，工人房嗰陣時。咁又一村內街呢，係少個景咁開揚嘅，我哋一陣睇下個景。嗱，呢度仲有隻窗，有隻對流窗，好市正，好實用。咁呢個係望返大坑東嗰個運動場嘅，係可以每日落去做運動，幾開揚。咁同埋樓齡呢，呢間係1996年嘅，咁喺呢邊都係算新嘅。有客廁，呢間房有個露台嘅喎，有個小露台，可以喺度晾衫都得。呢度第二間客房，哇，主人房都好大。主廁。呢間連埋車位，如果大家有興趣睇，歡迎隨時 call 我。多謝各位收睇，拜拜。